时候，我却突然涌上心头，爱开的玩笑也没有变过，快乐的过生活。嘿，好久不见喽，我的朋友，想你想了好久，你也想说什么？眨个眼，好想回到从前时候，我却突然涌上心头，小小的承诺也没忘记过，傻傻的过生活，过生活，过生活。单身生活，逍遥与不在爱情对坐。说你讨厌工作难做，赚钱摆第一，寻去放口头。说你没有忘记以后，小小的承诺也没忘记过，傻傻的过生活，过生活，过生活。我的朋友，想你想了好久，你也不说什么，眨个眼，好想回到从前时候，我却突然涌上心头，小小的承诺也没忘记过，快乐的过生活，过生活，过生活。
喝一下，喝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你们很安静哎。我喝酒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吵闹一下好不好？代表我们可以聊聊天啊，分享一下今天的心得啊。还是你们也在感慨？有没有一个朋友以前很后悔没有对他好一点，然后他现在已经当什么总经理一样了？有吗？有没有这种朋友吗？命啊！好，没有那么悲观了。我觉得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本来就跟我的朋友想做的事情不一样，这样子。然后我决定想要唱母语这件事情，其实对我身边，不管是我唱片公司的老板，或者是我以前的团员图腾乐团艾克居士，更深刻一点，可能是我自己的亲人。我爸爸一直觉得我出唱片这件事情很诡异，都是一种挑战啊，可是也都是自己选择的。人，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啊，是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希望，在追求那些希望的时候，也替自己的生命留下了很多的记录。然后，我觉得我以前做的事情没有什么，但是也觉得很特别，因为我做过的事情有很多纪录片在拍，很妙。这10年给我来讲，我的生活中好像很多纪录片。图腾乐团是我很喜欢的一群朋友，很快，今年图腾10年。要每年一次的相聚，就是拖鞋趴，也要即将开始。在面对自己的一起长大的一起玩音乐的朋友的时候，总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。重点是那些感触还很现实的变成纪录片，被大家看到，然后又被讨论的。也有好也有坏，但是总是觉得还好，我们都是比较相信未来的一群朋友，对未来总保持有一点，就是虽然很多阻碍、很多挫折，但还是可以互相提携，讲提携嘛，还是互相扶持。就互相给对方鼓励，然后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很快马子嘎乐团要发片，就图腾乐团的鼓手在马子嘎，听过马子嘎吗？有。没听过没关系啊。很快。图腾乐团另外一个团员叫查马克，台湾组的。他也要发一张一半母语一半国语的融合的创作，很特别。我今天先听过了，我今天不会唱，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去听听看，可以看到自己的兄弟都有自己的梦想，而且很认认真真的去把它实现出来，那才是我觉得是朋友中间之间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，就是在面对这么多挫折的过程中。有一首歌我很喜欢，它一直没办法出现在我的母语专辑里面，但它的确让我知道很多事情。歌词很简单，音乐很悲伤，名字很热血。这首歌叫《热血》。我相信我身上的热血，在这是梦想的季节，让时间一点一点的实现。我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甜，
到谢，得到谢，不是他的泪水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像张悬了，一直在忘记歌词，这样对你们不公平，因为你们有付门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上网查一下，你先。好吧，我喝太醉了，可是我还是很想喝一杯。还有一杯啊！这边有没有 WiFi 啊？要钱吗？要密码？手机查一查啊！唱国语就会被发现。可乐呢？可乐呢？因为他有柠檬片。我怕那个第一次来的朋友，他下次就不会来听我唱歌。我跟他解释一下，这是充满解释的一场演唱会。哎呦！杨敏，谢谢啊，真是好朋友。干嘛？有密码的啊！好，聊聊天了。谢谢宝哥，你最帅了。明明是很感伤的一首歌。来吗，杨明？第一个就是一日常茶。要不要演绎重现？因为茶第一个就是应该是厂商茶的关系。以前我跟杨敏常常，我们还没有组团之前，我们常常去参加比赛。因为我以前不相信自己歌声啊，我只相信我的创作还可以，因为我写歌都会得奖，但是我没有很好的表演者，所以我就常找杨敏跟我一起去比赛。然后没想到后来我们就变成一起唱那种表演了。我相信我身上还留着那些在追寻梦想花开结果的期间，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实现。我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坚决，也不是迫切付出就会得到些那些化成了泪水。的泪水，问句会不会后悔？为什么流泪在那黑夜？不提问是不是也无所谓？无所谓，每一次问会不会后悔？为什么后退在那黑夜？不提问。为何逃离这世界？这世界。我相信我身上还流着了血，在追寻梦想花开结果的季节，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实现。
身上还流着热血，在被许梦想花开结果的季节，吹雷风，吹雷，吹雷风，吹雷。我并不是那么简洁，也不是得到谢，吹雷风，吹雷，吹雷风，吹雷，吹雷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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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吹雷，吹雷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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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吹雷。谢谢，谢谢大家包容我。结合很多。好，很快的最后一首歌，对，你们很厉害，很懂。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梦想，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很现实上面的困难等着我要去一个一个去挑战、去克服。我想要回去我自己家乡，就是这几年在台北，因为有你们愿意听我唱母语歌，然后也愿意开口开始唱母语歌，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在台北很骄傲。可是我部落的人，他们可能没办法理解。他们还是一样做着很辛苦的工作，然后觉得文化这件事情没有必要去好好珍惜。觉得对我来讲，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部落的家人，我有一些难过。然后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参加过那么多音乐节，觉得是不是音乐节是一种方式？但是其实我更期待是大家可以用这些老祖先给我们的智慧，透过分享，然后变成美食，变成民宿，变成不管是什么，能做的就去做这样。一直讲说我想要盖有 WiFi 的茅草屋，还是没有盖啊，所以讲话不算话，所以我想要回去，然后办一个阿美族阿密斯的音乐节。有一个音乐节，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唱母语，一直到晚上，然后你身边的人吃的东西、穿的衣服、讲的言都跟你不一样，可是他明明就在都兰。然后这样的音乐节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想去？那我会把它包装的很像那个法国亚维农之类的。反正你听不懂嘛，对不对？服装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吃的东西又不太一样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，就透过这样的方式，然后让部落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，我们用这样的分享的方式，然后是做一件事情，让知道这个土地上其实我们祖先有曾经付出过那么多，所以才留下过这么多宝贵的文化智慧的东西。最后一首歌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开口一起唱，会唱的就唱。因为我知道有拉铁粉，还没有加入拉铁粉的，你不知道吧？哈哈哈！这个比那个小怪兽厉害很多。小怪兽只是怪兽，拉铁粉不一样。还有更实际的，他们有更实际的行动在，我觉得在我知道很多地方发生这样，让我觉得很特别的，然后也很感动的一群朋友。哈乌哎呀玛利亚哦嗨呀，哦嗨呀，你呀哦嗨呀。
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，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，哦咿耶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，哦咿耶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咿呀呜啊嗨呀，呀那咿呀哦啊，哦耶，哦啊咿呀呜啊嗨呀，呀那咿呀哦啊，啊嗨呀。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咿呀呜啊嗨呀，呀那咿呀哦啊，哦耶，哦啊咿呀呜啊嗨呀，呀那咿呀哦啊，啊嗨呀，啊呜啊呀那。